甲机关卫生局配合故宫南院，针对着原来设置据点的老大人安排因去参访，希望透过这技术、文化也个医疗的专业融合，来减慢因设置的状况。讲下出去来，你再来，看我来咧，看我来咧。故宫南院的导览老师伫展览文物的头前，向长辈来做小解。真侪人是第一届入来故宫南院，听到导览老师详细说明，佮看到较早的物件，伊拢感觉真深刻。普通我伫导览的时阵吼，阮是以国语为主，因为今仔日呢配合做县政府对这做迄个老人家呢吼，所以咱拢爱用台语来讲，互因会当来了解的呢。迄款啊做鸟啊，迄款吼插头毛的啊，迄水啊。安尼有足欢喜，有价值啦。嘉义县政府配合故宫南院，邀请县内29个设置据点，加强将近500位长辈分配来到故宫南院参观。除了看文物以外，故宫南院阁替长辈来设计课程活动，互因入班艺术，阁会当顾健康。用这种方式，咱豆豆家用学开，阮会使训练着阮的大脑，甲阮的手眼协调安尼。除了讲，互老人会当出来社区的据点来做社区的参与了，咱会当互伊会当身体健康以外，咱的认知嘛会当互伊延缓伊的老化。卫生局表示，长辈伫故宫南院看的每一个主题，对因即马已经小可开始退化的大学来讲，若是认知的刺激，嘛增加因表达甲学习的机会。希望透过这款医疗甲艺术的结合，减慢老大人退化的速度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